后来后礼拜就要过年了，这个客运是配合着公路总局推出过年的交通运输加票价优待，讲这个苏花改的路径要让客运优先来通行。这个客运往回到台北甲花莲，嘛来推出着4个人同行，1个人免费的优待，而且阁会当就公路总局的行程搭配方案，讲这另外阁有拍折哦。 过年要到啊，就行高速公路的塞车，为着让民众会当较早登记过年，客运业者配合交通局，设交通运输含票价优惠，像苏花改路径，就提供大台车优先行，这客运会比家己塞车近40到60分钟。推出了一些新的改善疏运的措施，那特别是鼓励搭乘大众运输。 安那北回国道客运嘛推出来回票400优惠，惠邦桥到花莲，或者是南港到花莲，优惠票价差不多是原价6折。北宜国道客运嘛推出要8折的票价优惠，过年时间满65岁是大人，伫咧2月8到2月11上北，或者是2月12到2月14落南，坐指定客运票价半价会阁优待5折。行程搭配我们有4人同行，1人免费。 那另外，如果有搭配像在宜兰住宿的话，回程的部分我们还可以有200块的金额会退还给乘客这样子。行程的方案，4个人同坐国道客运往回台北花莲，加1000块尔，有够俗的。今年过年拄到疫情，会家己塞车的民众可能会变多，就惊交通塞车。头个客运降价，甲开放专用道，就是希望会当分散高速公路的车辆。